纱门变形怎么办？是时候该汰换变形无支撑的折纱喽。选用金刚砂纱门，坚固耐用的网片，坏一片可单换一片，正常使用是不容易坏的，坚固耐用性提高。附加简易安全锁，小孩、毛孩子多一道防护更安心，为家中宝贝们多一道安全防护。在地材料组装，主打快速安装，不需要再等到天荒地老喽。欢迎约看小样板测试，一起来看看安装实测吧。